阿们。主，我们这个主恩满意是很重要的哦。只有这个福气就够了。这行的好啊，这笔就使啊哈，就可以面对人生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们确实有个盼望，因为我们人生不在这一生而已啊。我们这一生是一个过程，这一生是我们要到天国去的，在这里实习。我们有过去实习过吗？当我们实习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正式的医生，所以医生需要实习。当我们实习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大公司的正式的这个职员员工。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现在在实习哦，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国的子民。我们在这地上在实习的时候，等我们实习透懂都学好了，我们就是结束我们这个身体，但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世上每一天，我们都在锻炼。我们在实习当中，神是我们生命的教练。有在健身房过的，请举手。越练越怎样？有从后面直来，我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健身房是让我们怎样？越来越强壮，对不对？肌耐力，请问我要有肌耐力要做什么？当我遇到大风来的时候，我有肌耐力，我可以站立得稳；有肌耐力，我可以怎样？我可以扛重的东西，我可以好好的走路。如果我没有肌无力了，我就会慢慢只能坐着，甚至没办法站。我们只能躺着。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一样，神给我们的信心不是我自己喊话，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你会越喊越没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讲有关信心的事，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赶快看一下。牧师你不是讲信心，你哪会不是信心出行？你哪会是希望出行？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我来请大家来印哦，很短的，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看哪一句话神对你说话。好，我们一起来。有一天，耶稣同门徒上船，对他们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他们就出发。就这一句，哪一个字你觉得很有感？就出发。好，还有吗？拍谁？我不听。到湖那边去，很好。还有吗？就这几个字而已啊。到岛。我最有感的是耶稣同门徒上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艘船，神有没有与你一起上船啊？很重要哦。这艘船有主同在，那可不一样。我们儿童时候常常唱一首歌，叫做什么歌？有主在我，不怕，不怕，有主在我，知道。再一次哦，可见这边福音朋友很多，没有上过主日学，上过主日学这首都会唱，没关系，我们为那个刚刚信主的人，我们再唱一次哦。好，预备哦，预备来。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的天家，预备哦，来哦。要回家，要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的天家。阿们。不怕吗？经文下去就知道。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是这样吗？还是唱歌唱一唱而已？怕，唱归唱，怕归怕啊，怕啦！一起来哦，预备来，请。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忽然有一阵狂风袭击湖面，船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到他眼前，叫醒他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啦！”耶稣醒过来，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息，湖面平静。所以，来，耶稣问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稀奇又惊骇，彼此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向风浪下命令，风浪也听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船有主同在，不用怕吗？怕得要命。尤其在我们快要没命的时候，我们喊什么呢？喊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啊！还是在圣经当中最短的那句祷告词叫做什么？来行哎，来不及的时候没法度，陈群牧师说，先赞美，再感谢，再认罪，再没法度啊，只能一句：主啊，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我们的钟贤哥在跌倒中风的时候，已经没法度讲的时候，他敢若会使安那？连你讲都没法度讲，我跟你讲。但是主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喊出口，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困难了，可能是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没办法准确的说：“主啊，救我！”甚至我们对你的认识还不够，我们没有办法称你为主啊，因为称你为主啊的时候，主，我们就是要听命于你，要让你来掌权。但主，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想要怎么样？主啊，你怎么没有跟我？主啊，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主啊，你在哪里？主，你不是与我同行，我就什么都行吗？怎么会现在我不行了？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一直都在我们当中，你的心意就是在今天早上，在礼拜当中，就是此时此刻，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敲门，我们愿不愿意回应来开门？因为主，你要对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正在黑暗，正在孤单，正在无能为力，甚至我们听见你的敲门，我们都没有办法起来回应你，没有办法起来开门。但主，你都知道，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讲话，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全心只单单仰望你。你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听了，照这样去行，成为我们一生的准则，生活随时的帮助跟引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郭约翰牧师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信义会在德国牧师的儿子，他一心一意就是不要当牧师。牧师的儿子一定立志说：“我不要当牧师，对不对？”尤牧师，我的儿子是这样吗？我的儿子甚至说：“我不要跟你同一个教会。”顾约翰牧师从小他就是要学音乐，他成为一个音乐老师，没有错。他长大之后，还在美国、欧洲的
大学里面教音乐，他娶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回到台湾，在南部，神对他说话，就像今天早上这样，神对你说话，去在台湾开拓教会。我的天哪！顾约翰牧师说：“可以不要吗？主啊，那你串惊串丢，大家您听我，越怕怎样，越会得，这叫什么定律？莫什么啊丢了哈！你越怕怎样，越会是这样。但是主啊，如果是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请你为我开门、关门。如果不是，拜托，现在就不要叫我。”于是他领受之后，也去按照神心意去开拓教会。很奇妙的，他开始去读神学院，然后神装备他成为一个牧师，从老师到牧师，然后牧养一个新的开拓的教会。那个成长的速度，在台湾南部一个德国人，他太太是台湾人，神大大的使用他的教会，让台南部很多的人因为这样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牧师他讲了一个话，他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成全圣徒。为了什么？传扬福音。那么他说，我是一艘船，我是神所造的一艘船。请问船被造为了是要停在港口找避风港，还是这一艘船被神造了，我为了是要能够出航到海洋去，被差遣去，哪一个呢？当然要出航啊！如果我们这艘船不出航去，一天到晚在港口，请问被神所造的这艘船，每一条船都不出航，只在港口，请问风吹来的时候，这么多艘船都在港口，会怎样？互相碰撞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为了宣传福音、成全圣徒的，那么我们就是要出去传扬福音。如果我们只在教会，就会怎样？看人的需要，这叫内需。内需很重要。我们会友一定要让每个会友的灵命被保住以后，对，保住以后，然后呢？不是停在港口，是要被差遣出去，不然停在港口，每艘船在那边相碰，就会内耗，就会内斗。如果我们这艘船被神呼召了，我们就是要希望出航。为什么不是说信心？因为或许我们还没有信心。我们能够出航，是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希望跟盼望。也就是我们奉主的名出去了，我们是因着神给我们那个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我不管我出去是生是死啦，经文说惊到要死啦，恐要死呀啦。或许音乐牧师要说，就是死定了啦。人一定会死啊，有一生必有死，一生人必有一生，必有一死，这是真理呀。哪有人不死的？一定会死，但我一定会死的生命，我怎么样让神来用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当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希望，我才能够出航啦。不然我怕到要死，我根本就不想出去，我不想传福音，我不想走出这个教会，我不想，我就只有在这里何等的美好。主啊，能不能就在敬拜当中，我在这里就好，在这里就好，能不能？当然不能。教会是为了能够传扬福音出去的，是为了能协助人进入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在20几年前，迦南教会就有协会，桃园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的宗旨很清楚，是一群基督徒领受了神，对社区要传扬福音。协会就是协助人进入教会。教会是做什么？聚集领受之后，教会我们怎么爱人，教会我们怎么还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出航，教会我们怎么样从神那边，神的话语可以得着信心。因为人不可能有信用的，人不可靠，最不可靠的是我们自己，对吧？
立志行善行怎样？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最不可靠就是我这个人呐。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们要有神，更对他的了解越深。我们的信心是攸关我们对神的认识多少，而且是真正的认识，而不是误解。我们误解了上帝，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被扭曲。没问题，这就是一个历程。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有信、有望、有爱。保罗说，这爱是其中最大的。但我们要从哪里进入到这一个航程呢？人生这个航程，我相信就必一帆风顺吗？有主与我同在这个船上，我的船就行吗？有主同行，什么都行吗？这个行要看你对它的定义，你对它的期待。你的行是什么行？只能航行吗？还是即便我没办法航行，我搁浅了在那边，我都说我行，因为主与我同行，我能够在各种的情况下，我仍然能够定义起来赞美神，我都能够定义起来用喜乐的心，因为最多也是死啊，就死吧，因为大家都要死的啦。所以我们怎么活可能是更重要。主与我们同行，我们一定行。就是各种的情况，我们都能够靠主；各种的境遇，我们都靠主，我们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但这一群神的门徒，跟随他的，被他叫来的，也跟了他看了很多神迹奇事。神叫他来跟我同行，走，我们过去。对，有人说过去，我就跟着过去。对，走就走，主与我同行，我有什么怕的？但是大风大浪来的，耶稣早就已经睡着了，在船上，在你的船上睡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唱，我这艘船有主与我同行，主在我船上，但他是睡着的。你会怀疑你的生命中有时候神是睡着的吗？特别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那关键的时刻，我被决定的时候，主啊，你是在不在？我知道你都在，但是你是有在困啊不？你有没有在度眠啊？你有没有睡着了？然后别人做的决定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改变，主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知道，但主为什么在睡觉？如果我们想象在这个海里面，这个海象这么困难，那你就困得落去。有没有这个疑问？我们的主是太累了吗？那个水都进来了，风雨都那么大嘞，我们的主还能够睡？你们没有疑问吗？水都进来了，那人睡在以前那个船上，水进来了，没有感觉吗？我们只会说，对了，牧师笑脸两公装睡的怎样？我们的主是装睡吗？我不敢这样讲哦。但我们主真的睡着吗？音乐牧师只有要这样说，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来讲想，我们的主上船叫他们上船的时候，请问我们主不知道会有大风来吗？大浪来吗？你觉得主知道吗？主哪有不知道的？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我们现在遇到的境况，主都知道，主也允许发生。就是主说，我有够用的恩典呐，你要不要跟呐？所以主说，来啊，来啊，来啊，开拓教会，你要不要跟？我这几回，谢谢。只有一个人说，音乐牧师都说我是几岁？永远的。前面要讲永远的，不然游牧师每次给他吐槽说，你这个就是睁眼说白话，你就是说谎话。永远的18岁，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人说开拓教会，英业牧师没有1秒钟的考虑，没有1秒都没有。好，我不是刚才那个德国人，我今年几岁？60岁。60岁跟人家去开拓教会，你想哪？搞不清楚，对，只有神，我跟的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管几岁，不要管以后有没有牧师。我们的最大牧师是谁？上帝啊！我们刚刚不是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亲爱的大家，我们这3个牧者在耶和华面前都不是牧者，都是短暂的。我们跟着主好不好？明年2024年，神有新事在这里发生。没有牧者是没有3位暂时的牧者，但是有谁的一直都在的？这一位上帝，他早就宣告我是你的牧者，这个关系不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透懂好吗？即便有大风大浪，非常的危险，但在那个被挑战当中，我们才有机会信心被主安站。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同行，出航去，只要你愿意跟他上船，我们的信心要再次被神来激励。这位神，他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喊救命啊！愿意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些学生怕得要命，赶快叫醒耶稣啊！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叫醒他说：“我们快没命。”请问你想象，这些学生可能是你跟我。老师啊，我们快没命了。请问这是祈求，还是埋怨？老师啊，我是快要没命了，你知我怎么样困？请问哪一个？我们是埋怨吗？我们是怀疑吗？我们是质疑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请问神，没有问题，可以问神。我们可能信心没有黄家千姐妹那么强。你们回去可以听一听那一首诗歌，最近我常常在听，有人有听吗？那就是你们不够苦啦。如果你够苦，想知道答案，那请你听黄家千姐妹唱的这首诗歌。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一位爱他的神有信心，他知道这位神要带领他，知道这位神有重要的原因，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身上。但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叫他什么？最短的那个祷告叫做什么？主啊，救我！这里是喊什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请问说的人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老师呀，请问老师会救你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主的关系要是什么关系？主，什么叫做主？你掌权啊！你掌权，你才是主啊！如果你不掌权，我要做主，请问谁才是主啊？不要搞错了。既然你说主啊救我，我就要完全的交托。我愿意让主你来安排，因为你才是可以做主的那一位。主，我愿意尊主为大，而不是尊己为大。尊己为大，你就要自己负责哦。你尊主为大，谁负责？主人负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说主啊，你来掌权，我喊主啊的时候，主就说好，孩子，把你的问题交在我手中，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怎么样对你是好的。
如果你不把你的问题交在主手中，然后你自己一直做主，哇，可惜，可惜，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可以叫主没有问题。主醒过来，斥责风，狂风大浪。音乐牧师给大家一个挑战，想一想，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们叫醒主来，主斥责大风大浪。请问，如果他们没有叫醒主来，他们全部都跟主一样躺平，躺在那里，全部都睡着，应该讲说，全部跟耶稣在那边躺，也不叫耶稣，结果会怎样？风浪会止息吗？你觉得你没有起来求告神，你觉得你没有把神叫醒，神就不醒吗？这是我们信心的挑战。你对神认识的多少，我们的信心就多少，好不好？不管我们是不是叫醒主，还是主主动起来，主不会放你在那个罪恶中，不会放你在那个死掉危险当中不救你，不会。神是主动的介入，即便你不叫他，他仍然定义爱你。即便我们做错了决定，因为我们人会做错决定，主仍然爱你。怎么爱你？慈神爱你，叫你醒过来，醒悟过来，然后再次挑战你。耶稣问他们什么？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信心是双向的。信心是不是结婚的时候，新郎跟新娘？上个礼拜有人结婚吗？新郎新娘有在这里吗？我们是跟谁？我们是跟谁立约？我们是跟上帝哦。我们不只跟彼此新郎新娘立约而已，我们是跟这位上帝立约。音乐牧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回应神，他是博士，回应神，他们户都是牧师跟牧师娘，甚至于他们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回应神也去开拓教会。哇，神的大大的赐福，那个教会非常的被神的使用，在那个地区成长非常快。但是有一天，这个牧师不知道什么原因要跟牧师娘离婚。什么原因？不知道吗？他就说：“我就是要离婚，我就是要离婚。”当然，第一次诉请不可能，第二次说了，因为我不再爱我牧师娘了，我就是要离婚。第二次法院申请有没有通过？不可能。第三次又申请法院，我就是要离婚，而且这个牧师已经不当牧师了，他把牧师职辞掉。他很聪明，隔一年他就去考高考，隔一年就考上了，还金榜题名。他说：“我不当牧师可以吧？我就是想离婚，我就是要跟我现在终于找到可以终身，我觉得可以一起走人生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你会怎么样？我陪我这个朋友，我堆心瓜，你知吗？你知道那个感觉吗？这个是牧师你是牧师娘两个孩子正在青少年期，7年前遇到这样的事，终于3审都说不准离婚，诉请最高法院，因为他先生太厉害太聪明了，不用请律师他都有办法自己告。最高法院因为现在法律都变了，如果你真的2个没有办法和，政府那个法官会让你怎样？有可能会让你离城。结论是，法官也说
没有办法让你们离婚。意思就是他太太是赢了，因为他说他已经不再是牧师娘了，因为他先生不再做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要建立在牧师身上，好吗？我讲这个例子是这个，牧师也是人，牧师也不可靠，可靠的是谁？神。我这个好朋友知道了神是公义的神，主啊，你来决定吧，你来决定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信靠的是这位神，我们人不可靠，连我都不可靠，最不可靠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不然我们常常就会稀奇又惊骇。怎么这个事？不要建立在人身上，要建立在神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呀？他竟然可以让风浪都平静。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位神上面。我们社会上有太多的人需要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已经临到，特别在迦南教会，我们有协会协助人进入教会。我们协助人进入教会，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要建立在这一位神的身上。因着神的信实给我们有信心，以至于我们有那个盼望，永活的盼望，使我们有救恩。从我们信的开始，我们就有救恩。我们感谢神，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有深切的信心，我们可以稳固的盼望，即便大风大浪，什么消息都有。主啊，我知道你掌权，我知道你掌权。我不明白的，如果不想问、不敢问，不必要问，见主面的时候再来问。你试看看，音乐牧师邀请你试看看，凭信主让你带，因为让你带你负责啊。我带我要负责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60岁啊，我要负责啥？50几岁嘛没法度啊，对吧？50几岁，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再怎么年轻。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神，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随时每天用上帝的话语、神的灵，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错了，我们有没有走错了，明白神的心，而且我们要改过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哦，请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我们信心不断增加，因为神他要再来的盼望。我们生命中只要信望爱建立在神哦，这爱也一样，神爱我们，我们人的爱是非常有限，以致我们就有这个循环。不管协会的弟兄姐妹从爱，他们感受到人的爱、福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没问题。保罗说：“你们得救，你们进入教会得着福音，不论什么缘故，只要领受的，然后神一定爱你，让你本来是看人的，现在看谁？看神，这个才是重要的。而我们的生命也会不断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要我们只是得着60分而已，这个生活品质太差。你信主只有60，可惜了，你也当100，你知道不？神要慢慢建立我们的信心。当然，60岁以后、70岁以后、80岁以后，咱人会愈来愈跳孤。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是上个礼拜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说，弟兄姐妹，他去一个教会，他告诉他说，我3年前我是这样，我抬不起来，因为我的腰这里有医生，没有骨科的医生，抬不起来，所以他做事情走路只能这样。但是他说，神是给我的器皿，
我不要就这样躺在床上，他怎么办？走路很慢呢，你看驼到连头都看不见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你还要起来做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竟然用他的亲戚有一块地没有人用，他从他家慢慢走，走到那个田地以后，开始趴在地上，像这样耕种种菜，所以就长出那个豆。刚才别人讲，就是豆荚里面有那个豆，然后他煮给牧师吃。他煮给牧师吃，拿给牧师吃的时候不是这样哦，他是这样哦。牧师请你吃，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医生都不能了解啦。我能骨干的呀，我还能做什么？能，只要你愿意。这个沈轩老师说，我怎么样都想不到，他一个博士，出国最好的大学的博士会工，我不能了解对神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迦南教会就是有一群人，今天我们穿紫色的，就是说协助你到教会被神爱。如果你还不懂什么是爱，但你起码懂得什么是福利。从福利我们进入到福音，从福音我们愿意给人福利，慢慢一个循环就尬起来。我们来看这个协会都在做什么，也愿我们可以起来，即便当挑骨尬呢，都可以起来，而且在你越做的时候，越有能力，越挺拔。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举办多样讲座、课程、才艺活动，透过这些活动，让参与的朋友能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尊重人，重视自己，爱护地球，发挥生命影响力，生活更加精彩哟。志工的工作是以招待、引导社区朋友入场就座为主。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是志工队的健康咨询组，我来介绍志工的精神与使命，让医生成为我们的好处兵，并连结社区的朋友，让你喜欢到教会。我们的服务10天，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服务的对象呢是恩友及社区的朋友们，欢迎有服务热忱的兄姐们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社区接待组。教会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透过社区接待志工亲切的引导，协助进到教会的朋友可以快速找到他们所要去的楼层及教室，让人感受到家人般的暖心服务，拉近教会跟社区的距离，同时能共同维护进出教会人员的管控。社区接待组主要的工作是教会1楼大厅人员的接待服务与引导，欢迎你的加入。大家平安，我是安家整理物资的志工，我参与已有多年了。每当队长和小组长在族群里日期邀约，我们志工们都很感触的服务，一箱一箱的整理给各需要的社会人士，让人家在生活上会缺的满足感。感恩上帝主的恩赐。大家平安，我是安家物资整理志工。每当到了物资发放日，面对着一箱一箱的爱心物资，志工们同心协力的一起完成物资的整理，从拆箱、清点数量、分配物资、整合后封箱完成，再分送给需要物资的关怀户。在这整理物资的过程中，我发现原来社会上有这么多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家庭，也让我在这学会了知足与惜福。乐龄组是教会结合政府长照2.0的计划，成立了乐龄关怀据点，让社区的长者能够走出家门，到教会来一起参与课程。那教会也连结很多体适能、健康保健，还有3C 产品操作，非常多的专业的讲师，那提供长辈们有不同多方的学习，在
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的时段，我们也一起用餐，那增加彼此的互动，也提高长者的生活品质。乐龄组的志工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报到、量血压，一起参与在课程的当中发放午餐，还有场地的恢复等等。社会上有许多的弱势的族群是需要帮助的，特别是街友。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们更相信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教会的关怀，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以及神的爱。所以教会成立了恩友关怀组，我们要让这些朋友透过志工的陪伴，让他们真正的了解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我们会一起听圣经的故事，一起唱诗，分享生命的见证。我们希望透过彼此的互动，能够更多的了解，并且给予协助。我们盼望这些朋友在未来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一位是我们的志所以我们工队队志工长，主要的我们工欢迎作大家。我们就是接有待6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有分享限，我们还有一些志陪伴工他们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会后心得我们也会当志工的准备心得，很午餐多位都不是基督让徒他们享用但是他们透过给予成为志工实质上的，帮成为助基督徒，跟我们一起成为一家人。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人好像没有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也能当志工吗？这样会让人家喜欢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一位姐妹，她说她没有读什么书，她不敢跟人家一起打鼓，她只有要服务。其实我很感动，因为她服侍的这一个群体，里面有4位是我们的最高中最高学府是什么？50的老师哦。他当志工，他还没有学打鼓哦，他只是说我来服务大家，我来照相，我来拍椅子而已。你知道吗？他每一次服侍都让人感动，特别是高知识分子。亲爱弟兄姐妹，有谁不能来服侍起来呀？愿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这个器皿。我们这个器皿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怕，希望出航可能会有大风浪。我去服侍，够红脸呐，还惹了一身腥。亲爱弟兄姐妹，神看重的是你的心。我们这个人不要只有在港口，神造我们这艘船，福音船，好不好？每一艘都是福音船，阿们吗？有主与我们同去，出航吧。把福音带到每个地方去，因为我们这一位神是慈爱信实全能的主，只要我们愿意，因为希望使人在那个爱相信当中，兴旺爱当中，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即便很多的困难，不用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歌，有你同行，我就行，好吗？行还有什么是意思？就前行啦，就走吧，就走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请起立。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眼睛看见你就在这里，我灵稳妥，因你与我同行。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心无畏惧，我灵魂多。
进，我尚未求告，你应允，使我喜乐满意。每当我转向你，你在这里；每当我亲近你，你就与我亲近。我尚未求告，你应允，使我喜乐满意。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同往。有你同行，我能勇敢走在路，爱既完全，将一切惧怕除去。我灵稳妥，因你我同行。定义要与我们同行的主，今天早上你对我们的心已经说话了。我们或许已经决定了要跟你同行，出航去，因着你给我们的盼望，因着你爱我们，因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或许我们还没有办法决定，或许我们还有疑问。主啊，你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求的时候，你就知道，但你要我们开口，不管是回应你是 yes or no， 或者是等等吧，主啊，或者主，我们有疑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主，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够，我们没有办法像你所爱的黄嘉千姐妹，不问为什么。主，我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主，谢谢你，今天早上此时此刻，你听见，你摸着我们的心，你对我们说：“孩子，不管你做对做错，不管你有没有回应，我都爱你，也爱你到底，拯救你，也拯救你到底。”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关心的家人，你们的设定的对象。因为有了救恩，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这位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他的爱带来完全的身心灵医治，使我们跟自己、跟他人、跟上帝和好，成为我们决定的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谢谢你，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去，从这里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学校，回到这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成为盐，我们成为光。你照亮在台湾的社区每个角落。主啊，你的光除了带亮照亮人，使人有盼望，你的光更带来温暖，使人感受到爱。信是你给我们的，信望爱的人生是你所应许的。谢谢你，让我们感受真实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一起来唱这首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将
今天的礼拜到这边啊，彼此来祝福说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彼此来祝福啊，我们默祷。